来看到伊当做宝贝，惊别人甲伊当做拗茶皮。这是台中汉口路一间锁店，头家真好意嘛，真客气。普通时拢伫咧店的门口泡茶招待人客。顶个月礼拜，伊出去外口替人开锁，10分钟了后，规座地盘煞无去。原来是互外面这个富人人摒去。虽讲这座地盘毋是讲真有价值，也毋过陪伴伊几落年。伊讲这是伊的传家宝，头家嘛希望富人人赶紧摕转来用，安尼代志准拄煞，袂搁再追究责任。查某人将泡茶的物件一个一个放伫咧桶仔内底，看时的动作看起来，就敢若亲像是伫收茶具。收完了后，人放着桶仔就走。这段画面，互头家看伫咧眼内，心内是伫智慧，因为这个查某人是一个贼仔。头50几岁人吧，毋捌看过呢。伫咧台中汉口路经营锁店的周头家，做人海派热情，只要人客也是朋友来，拢会伫咧店门口泡茶来招待。想袂到28号迄天，伊赶紧要出门，斗3工开锁，一个无注意，无将茶具来收起来，10分钟了后转来，规组茶具器材全部拢无去啊！是讲迄工若无创啦，种泡一点仔转来啊，哪会知影无去？可能是临时看到讲迄水水啊，就甲摕走啊。周头家讲店内无着过贼偷，即摆即个查某人伫咧光头白日就来偷摕物件，过程拢互监视器录着。头家讲开店20年来是头一遍拄着即种代志。虽然互偷摕走的茶cụ茶具毋是真有名，但陪伊真久啊，难免有淡薄仔毋甘。甲朋友开玩笑讲，这是我的传家之宝呢，对我10几年啊，泡久啊，毋甘安尼尔。周头家即马公布监视器的画面，希望民众会当来斗指认，嘛希望即个查某人会当主动来行，袂来追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